这个正大的消息来看，台北甲上海的双城论坛，今年是轮到台北来举办。昨透过视讯已经办完成了。台北市长郭文泰致辞的时阵，有讲到一寡正敏感的政治议题，包括中国来挡台湾的农产品，包括中国的军机来扰乱台湾等等。也毋过，这个会后，这中国官方的态度竟然是真低调，并无加讲啥。这个政治评论员温朗东就来分析了。伊讲，这个背后的政治意涵，就是郭文泰取代国民党，将做中国支持的总统候选人。郭文泰是来回应讲，这种的评论罔听就好，唔免受认真。台北市长郭文泰是在信义线当天大工程，不过坐运建设确定无法度伫咧进来完工。台北坐运南北宽大标案，甲打共款楼标，却8次议员批评进来坐运建设无一个成果。捷运一般不会在从规划到完工不会在8年内的，这都一棒接一棒。强调建设无可能伫咧短时间内做好势。不过，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，郭文泰致辞的时阵公开讲到，中国军机一直出现伫咧台湾西南空隙，佮阻挡咱台湾农渔产品敏感性的议题。不过尾啊，中国官方的态度变甲真严重。政治评论员温朗东分析，未来郭文泰会代替国民党，真做是中国人支持的总统候选人。我觉得这样的哦，他听听就好嘛。人家讲说。为什么我们要去评论每个人讲的话？两岸任何交流都应该符合对等尊严，符合两岸规范的原则。郭文泰的论坛讲过，中国无做回应，敢讲两边已经是斗抗好势，和8次议员各一摆支持。柯市长答应我。要在双城论坛里面提到对等尊严，拒绝中国的武力侵犯，结果他连一个字都没有提。台湾跟大陆之间有没有争执？当然有啊。有没有冲突？当然有啊。大家知道嘛？就是各自有表述，各自有坚持。所以为什么后来我们当年那个5个互相，最后加上一个叫互相谅解。双城论坛是一个现象，或者是咧搬真的，互大家拢看到不飒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